哎，安迪，哎，喂，小平啊，安怎？一个人伫这边等安尼，等榴莲人啊？这边无榴莲牛哦。喂，学虾米哦？哎，我买你虾米代志讲给我听，我甲你解决。哎，我就讲咯，唔通就唉声叹气，你虾米代志甲我讲，我是你的好朋友来讲给我听，来讲。飞哥，我不是被挖了啦，我已经出生了。哦，你吼爱试时间啦，无来啦，讲笑的啦，做。虾米动不动就讲爱死，虾米代志讲来听？安尼严重。我改20几年的工作啊啦，伊竟然会甲我分手。你改伊10几年什么人？迄个大卫先生，还是迄个大头囝阿伟？我甲你讲啦，这两个啊无价值你爱啦，啊无钱，啊人佫无缘投，啊来做咩？哎呀，莫插安尼做啦，找别人咯。莫插安尼做，莫插安尼做。我相信你知未？我逐工不是这款好到目屎阮无了，流到烂塌了。你是讲你要校本无目屎啊？我跟你讲，无目屎不要紧啊，也比赛就好咯。亚比赛意思，不是，马靠无目屎咧，就是讲哦，悲伤到绝点啊，所有的目屎咧，拢流大，马靠拢靠袂出来啦。唉，马靠无目屎，实在可怜哉。有影是真可怜哦，后了无目屎，比赛若大家点嘛也打去哦。但是我讲你有影是惨啦，你吼。马路你安尼的年纪，你安尼条件吼，搁要找一个甲你合作10几年、爱你10几年的人吼，我讲无可能了啦吼，所以有影是惨。哎，不过吼，你看我好，我看你好啦吼，其实啦，我本无好要倒落去啦，有是惨的。啊，飞哥，你甲小苗姐伊？不是啦，甲小苗姐无关系啦。你知影啦，我甲你青梅竹马吼。好朋友，安尼做你知影我是真聪明的人嘛？我真够读册，我真爱读册的嘛。当今嘛，我为了我的理想啊，我搁要去美国读册啊，读脑筋，读这个 doctor，但是吼无钱啊，死过咧要去甲人借钱，借钱来钱借了吼，我搁要读册时阵，啊我无囝就惊人死咯。哎呀！无囝人饲咧，就是讲一个人吼，无工作，无法度饲无囝，就将因咧寄到人的所在，互人饲。就是讲这个人吼，经济真差，真可怜，真无奈，真凄惨。啊，你有甲我惨无？安尼听了你甘愿无？哦，飞哥，原来吼，你比我更加凄惨哦。凄惨呢？无安尼啦，你这边吼哇，有淡薄累啦。哇，你叫淡薄啊？我借你吼。啊。啊，不过爱向我利息哦。我爱互你利息啊？哈。这好啊。哇，那么多。诶，我去美国读册，安尼佫无够咧，啊，佫较侪，佫较大较淡薄的无？我有安尼了啦。无飞哥，你坐掉啦，我去买水互你啉啊。我讲买水互我啉嘛。安尼若有坐头，佫加加淡，佫加几头啊吼。哇，所以讲这款的查某哈，安尼凊彩该骗你几句尔，来几头纸里互人开。哦，难怪啦，大家查某朋友本10几年就无，10几年就无，感情互人骗煞去，纸里本互人骗煞去啊！哎呦，人大看面就知啊！